干嘛呢？干嘛呢？都干什么呢？裸奔，光天化日之下裸奔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，够可以的啊！你猜我是怎么看到的？是我在朋友圈看见的，还是无码？这回你们火大了啊，都火到网上去了，我还得谢谢你们两个呢，学校也跟着火了啊！这把火烧得真旺啊！旺什么？赶快把衣服穿上，难看死了！快穿上！哎，别穿了！你们不喜欢光着吗？就这么光着，流氓！周老师，还是穿上吧，太难看了。穿上吧，穿上吧。周老师，你准备怎么办呢？从严处理，一定得从严处理。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你是有很大责任的。对，是有很大责任。看什么看？回去上课！不知羞臊，赶紧穿，回去上课！不知羞臊，给我穿！我教学10余年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，真是不要脸！我的一世英名都被你们给毁了！你们厉害啊！所有人都知道是吧？还偷出手机拍摄，上传网络，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。校长都知道了，就我不知道。班长，你知道吗？哼，秦岚，还有你，作为篮球队的一份子，你脱不了干系的，是不是？接下来就该月考了。秦岚、严云峰，绑定；向杰、苏雪，绑定。成立1帮1互助小组，帮助他们俩成绩进步，改过自新。向杰、严云峰，
你们俩要是没进入班级前10，哼，我看你们俩谁都别想进篮球队。跟你们说，谁都不好使，除非从我的肉体上踏过去。苏雪，等我一下，喝水。今天不是训练吗？今天休息一天。哦，我们现在已经是搭档了，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学习啊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学习了？从猪头宣布我们是搭档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深深的爱上了学习。你怎么这么让人讨厌啊？我哪儿讨厌啊？苏雪，等等我！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出格的事儿啊？愿赌服输啊！对不起啊，上次把你鼻子打伤了。你肯定是故意的。真不是。你绝对是因为上次投票没投给你，生气了吧？我还正想问你呢，上次为什么不投我？我哪儿不合适啊？你很好啊，很好。那你为什么弃权啊？哦，你喜欢苏雪。你别瞎猜行不行啊？我觉得你好，我就要投给你吗？不是，你这都是什么逻辑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我就是个怪咖吧。哼，情感表达有问题。哎，学习事儿怎么办啊？不知道，不想想这事儿。这次猪头肯定是认真的。我现在不想想这事儿。不是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还是不是篮球队一份子啊？你又不是教练，你管那么多干嘛呀？喂，叶雨峰。啊？怎么了？你给我站起来！你说你这干的什么事儿啊？啊？你穿裤子干什么呀？你光着屁股那多好啊！妈，我知道错了。你先别认错，我问问你，你告诉我那后果呢？老师明天让你去学校。还有呢？你不跟我说，你们老师也得告诉我。还有，月考成绩不到前10名，退出篮球队。你说什么？你加入篮球队了？别想了，退出。为什么呀？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？你打篮球受伤，加入篮球队先斩后奏，现在还有这热门话题，我就不跟你追究了。但是我也不能让以后这种事情再发生吧？你这就是独裁，你觉得这样对我合适吗？你别不开心，打篮球能打出什么名堂？你把这个问题想清楚，我不希望由着你的性子做决定。明天我去学校找你们老师，也跟你们教练解释清楚。香姐，叫你请的家长呢？我爸现在工作太忙了，做大买卖，忙着赚钱，没时间来。香姐，老师教了那么多学生，各个学生家长都忙，都做生意，那有出海钓鲨鱼的，那还有给火车换内外胎的，可最后不都来了吗？想骗老师？哎呀，老师，我真没骗你。我爸现在是包了个大工程，每天跟兄弟们干的是没白天没黑夜的。
没时间呢。没事儿，打电话，啊。多少号？13852488848。喂，喂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向杰的班主任。啊，老师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向杰的事情您都知道了吧？我知道了，我已经批评他了啊。那个老师啊，我向您保证，下次啊，他再也不会犯。您看，要不为了孩子，您来学校一趟？好，瞅瞅，多通情达理的一个人啊！好牌呀！谁也别动啊！13要糊了！给钱！猪头，快点的，别耍赖啊！朱老师，我今天吧还真没空，哪天啊咱们回约，好不好？那我先挂了啊。什么爹？这什么爹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治不了你了？不，老师，我真没那个意思。您看，我这个检讨都已经写了，您就放过我一马吧。行，我找你们教练，我看你们教练怎么说。啊！这2天球队很火啊，